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講一部咧叫做《麗經》，但係呢部唔係一個理想嘅經典嚟嘅。點解我會揀呢部《麗經》咧？係因為我上次講完咗十二因緣咧，今日想同大家講個叫做修道嘅次第，就係叫做37道品。咁我之前提過，其實我好想今次咧就唔係直接解個名相，唔係直接解37道品，而希望咧透過《阿含經》去讓大家知道原典裏面點樣講嘅。可惜我揾嚟我後嘅揾唔到一部經係專講37道品嘅，勉強揾到一部就係呢個《麗經》，但係裏邊咧睇咗大家唔係咁容易明白嘅所以一陣間我哋唔會好詳細咁去睇個《麗經》，只不過從中了解到原來嗰個37道品係咁樣作個了解而已。好啦，但係去翻之前上一堂好似落堂嘅咧，大家都好似覺得聽完十二因緣咧都有啲模糊嘅。好彩後來有同學就揾咗一幅嗰個論轉圖咁睇咗之後咧，好似有啲印象啲啦。咁其實都仲有兩個問題喺度。十二因緣本身合唔合邏輯嘅咧？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有冇意見啊？係咯，我哋佛教講完咧就講十二因緣。咁但係十二因緣又係咪真係咁圓滿嘅一個解決方案嚟嘅咧？咁樣記唔記得十二因緣一開始咩啊？無明，跟住咧，無明緣行，跟住咧，名色，跟住咧，名色係嘛？個次第係咪即係咁㗎？係咪無明就一定會有行，一定會有色啊？係咪無明一定會行先？無明唔行得唔得？即係你喺一個大霧彌漫嘅晚上，係咪一定要向前衝過去嘅？跟住跌落山谷嗰度，我可以企喺度唔喐嘅喎，係咪？咁行都有，剛才講過有善行有惡行，仲有正行噶嘛？呢行正行點會令到你入胎流轉生死咧？咁都有個入胎先出現咧。好似原來唔係唯一答案嚟嘅喎，係嘛？同樣得啦，有個色，你如果揾唔到你嗰個嘅有緣嘅父母，你點樣入胎得名色咧？名色一定要發展到6日嘅咩？好似每一部分都覺得，喂，好似呢個唔係唯一嘅項目嚟嘅。咁點解十二因緣都係得一個選擇嘅？無明就一定行嘅色就名色6日啦，一定係足，一定咁樣接落去。最後就話有老死憂悲苦惱。中間每一環都唔係一個選擇嚟㗎。問題出喺邊度啊？但係十二因緣我哋係佛教好強調一個説明原理，一個好重要嘅事實嘅一個舉例嚟㗎嘛。我人生就係十二因緣裏邊3、4場因果。邊度出問題？冇問題。有問題，不過唔知點樣問。咪睇完嗰個圈就明晒曬啦。但係學你話齋唔係一定㗎嘛，即係學你即係你話係啊咁樣完啦，但係唔即係點解會有時唔使一定咁樣完㗎嘛？係咯，有冇聽歧路旁有一個真係？我唔係。每一個答案都每一個睇到起碼2個選擇㗎嘛，係咪？歧路旁有佢唔知分得幾多嘈出嚟，點解得翻一定係1對1嘅咧？係選擇嗰啲。係啦。有冇聽歧路旁有個真係先？冇啊，童話故事嚟嘅喎，唔係小學掛過啦咩？冇，唔記得咗。啊，嗰個有一個叫做亡羊補牢係同佢相關嘅嘛。哦。係啊。話就有一家人佢突然之間走失咗一羊，於是咧佢就揾出全村人一齊去揾隻羊。咁全村人應該揾得到啦，係嘛？咁最終揾唔到啊嘛。因為佢話歧路之中有歧路。嗱，你當你100個人，第一個分叉口每邊50個，再一個分叉口每邊25個。再分下每人12啊13個，當成個咧，再分下每人6個，一路分落去，最後分得1個人，去到分叉嘅時候，你揀邊條路啊？揀唔到噶啦嘛。嗱，同樣地，我哋從無明到行，係咪都可以有選擇？我覺得咁可以無明行，可以無明不行都得噶嘛，係咪？咁你個行為又可以招感到有色冇色都得嘅喎。你嗰啲無記嘅行為，你何來出現一個色出嚟咧？啊，所以個方向唔係咁樣睇啊。係掉翻轉頭，你揾到隻羊都睇翻轉頭。
跟住話哦，原來隻羊就係走咗呢條分岔路，跟住接翻條大路，接翻入呢條大路，接落走去，接翻翻嚟就翻翻嚟嗰個原本羊路嗰度。嗱，咁樣你就能夠解到點解呢隻羊會由個羊欄嗰度走到呢個位置。同樣地，佛教唔講邏輯，咁講咩？即係唔使理邏輯，係聽我講因明。邏輯同因明嘅分別就係咧，邏輯係先假設個因，從因推過，再從一路咁推落去，所以一定要預設咗第一因嚟到作為推斷嗰個基礎。當然佢啱唔啱咧，我哋唔置可否。從西方嚟講咧，你冇個第一因就後邊啲因建立唔到，但係第一因嘅對錯咧就關係到後邊全部嘅對錯。但係佛教覺得咁樣做法太危險啦！你個第一因啱唔錯你都唔知，你點推後邊啲嘢咧？相對盡咩？從果推因，所以叫因明。我哋要明白翻每其實個因喺邊度，係咁樣推到個十因出嚟。咁你就變咗冇分岔，一由你揾到隻羊，揾翻隻羊，即係點樣就走過嚟啊嘛，條路出嚟咯，一節一節咁揾到出嚟。你由個羊欄去揾，你根本就唔知佢走咩路，走錯一條路已經就離條，你就越嚟越遠噶。所以上次我哋講到咧，從無明最終去到咩啊？老死憂悲苦惱。之前提過，佛法講苦集滅道，就係先因為我哋睇到呢個世界苦嘅係不圓滿嘅。從身體嚟講，有生老病死；從心裏邊有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苦。因為苦，所以我哋先至要求離苦啊嘛。所以十一都係從苦開始，從最尾開始。忘記咗佛陀。咁我哋先三尊佛號先。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忘記咗佛陀，而家補翻數嗱。所以一開始我哋就咧，點解我哋有憂悲苦惱？原因喺邊度啊？有呢期生命啊嘛。如果我冇呢期生命，點會有新嘅四苦，有新嘅四苦咧？點會有苦苦、壞苦、行苦咧？係嘛？因為我生在人間，我就會遇到呢啲苦。咁除咗呢個，仲有冇其他原因導致憂悲苦惱啊？冇啦嘛。唯一一個原因就因為我有呢期生命。一兩個，一係有呢期生命，一冇呢期生命。冇呢期生命就冇憂悲苦惱。所以點解有老師講？因為有呢期生命。好啦，跟住第二個問題咯。點解有呢期生命啊？點解？因為我哋有做到業，有業就牽引到我哋有呢期生命，冇業就冇呢期生命。OK，有冇其他可能？一係有業冇業啫嘛。所以我哋講啊，有生老死苦啦，不過有就只有呢個業喺度。呢個就有善業惡業。點解有業啊？無端都冇乜事做業啊？即係做錯咗事嘅有業，做錯咗事咯，做錯咗嗰啲業障咯，係咪？就做咗業障啦，唔同嘅善業惡業啦，即係唔一做錯，即善業惡業都好，都招過你下期生命。因為我有善業惡業正業噶嘛，正業就係出嚟生死噶嘛，善業惡業都係令到我哋咧生到善財惡趣噶嘛。所以你點做你都係招咁生死噶，一係死一惡。一般人講唔識收啲無漏善業，即係唔識得收善業噶嘛。咁一陣點解會有業先？無啦啦你點解做業啊？嚇？唔跳得咁快啦！最後先無明啊嘛。我哋完咗嗰個圈嘅，但係明咗個圈圈噶嘛係嘛？因為你有行為做就有取捨。你做咗行為先至招咁嘅業翻嚟啊嘛，係咪？所以係因為你有取所以有業，做咗行為做足，但為乜想要取先？係啦，因為有愛，因為有貪愛。你見到啲你中意，想將佢留翻低，
做咗行動出嚟，令佢留低。其實掉翻轉嗰個冇成日走咧，有啲你唔中意嘅，你想整走佢，都係一個行為，都係除嗰陣將整走。如果係不取，就因為咧嗰樣嘢咧係厭惡嘅。但係我哋在角度嚟講啦，因為嗰樣嘢我想留低佢，所以我蓄意將佢留住喺度，所以做咗行為出嚟。所以係點解？因為有啲人我有貪愛。點解會貪愛？即係思想嘅，即係有思，即係思想貪，即係貪婪，貪愛即係貪婪啦，嚇。其實你背翻晒就背到啦。想擁有，中意佢做就想擁有佢嘅意思係嘛？嗰個已經有啦，係因為貪愛先想有啊嘛。而家問題係啦，即係好簡單。我成日都講咧，人人都想長壽嘅係嘛？邊個唔想長壽啊？我好想長壽。但係如果你係喺地獄裏面想唔想長壽？我唔想地獄。長壽好喎。好過帶地獄我冇㗎。咪就係咯，有第一個講唔一定落。你如果當你植物咁瞓喺醫院嗰度，你有知覺嘅，你想唔想長壽啊？我有知覺，但係想唔想長壽？植物人喎，植物人喎。唔制。咪就係咯，所以你要睇翻個情況就係因為有啲嘢令到你覺得值得落，你先長壽啊嘛。所以因為貪愛先至會有呢個行為啊嘛。好啦，貪愛來自咩啊？來自你感覺到有人你中意啊嘛。例如嚟講，唔知我哋講個不淨觀啦，之前睇個古仔，嗰啲以前男女法師要對住條屍體咁樣食飯打坐噶嘛。你會唔會中意對住條屍體啊？你望落去哇，又生蟲又成，聞落嗰啲屍味係咁攻過嚟，所以一定係嗰樣中意嘅，你先想留低嘅。所以係因為你感覺到嗰樣係舒服嘅，你想繼續享受感覺。有樂受你就想貪愛，如果苦受你就想將佢整走，你就唔想留低啦，就要將佢整走。其實即係調翻轉嘅啫，苦受你就咧厭惡，於是咧就想將佢移走，於是又係造業。點解你會感受到苦樂啊？背翻十幾樣苦一十年得㗎啦。其實即係而家你緊係由老師推翻轉頭啫嘛。因為你同外界有接觸啊嘛，你唔接觸何來有苦樂受咧？係咪？即係循環咁喎，即係一轉咗個太陽一轉。唔會循環，係因為佢推翻轉頭㗎。即係啦，嗱呢張貓紙。係啊，轉太陽一轉側邊，跟住就你諗包嗱。包括有啲朋友你好中意同佢一齊嘅，因為你同佢一齊你覺得開心，或者啲地方你中意留喺度嘅，你有嗰啲度假勝地咁，因為你喺嗰度咧覺得舒適。如果你去到嗰地方成個垃圾缸咁樣嘅，你會唔會有樂受啊？係嘛？你如果個朋友成日都對你針鋒相對，你想唔想見得佢多啲啊？唔想啊嘛，所以因為你同佢接觸，所以先至感覺到有苦樂受。你唔同佢接觸，你點會有苦樂受咧？所以因為有接觸，就會有產生苦受樂受。你接觸到嘅時候，覺得嗰個感受係舒服嘅，於是你就起咗貪愛心，跟住希望咧能夠留住佢，於是你就做業咧就你令到有呢種生死留住個因啊嘛，係嘛？所以係咁樣推翻轉頭。好啦，點解會有得接觸啊？因為我有眼睇到，有耳聽到。如果我冇眼，我見唔到前面啲咁靚嘅風景啊；冇耳，我聽唔到咁美妙嘅音樂啊。因為我聽到，因為我睇到嘛。點解我中意食某啲食物？因為我舌頭嘗到、耳聞到嗰啲食物香味啊嘛。所以因為我有眼而變身意，所以我哋咧就對六塵起貪執。所以因為有六塵執，但係點解會有眼而變身意啊？啊？生出係咯，因為我有個身體有啲眼耳鼻身意㗎啦嘛。有眼有鼻。一出世有㗎啦嘛，我哋係咪？所以因為我哋有呢個身體，
醫明即有個身心啊！你單得個身咧都冇用嘅，因為你個身體係唔能夠感受到外境嘅。如果你冇個身體，都冇六根去接觸外境嘅，所以醫明即係呢個身體先就會有藝面身意六根，有六根就會接觸到外境，接觸外境咧就會有苦樂受，苦樂受咧就會起愛憎分別，起愛憎分別咧就會有貪愛，有貪愛就有取捨，有取捨就會造業，有造業咧就會流轉生死。啊，第一步推出嚟噶嘛。好啦，但係點解我哋有呢個身體啊？入息啊！係啦，因為我哋有一個神識入咗我哋父母個身體裏邊，變成我哋嗰個胎兒啊嘛。但係呢個好得意嘅喎，兩者之間互為因果，所以係因為同我哋嘅入胎識互相依存，先能夠令到呢個名色一路咁樣變成一個胎兒。初嗰時係只係一個胚胎嚟啫嘛，嗰時未有來咁一路發展上去嘅。記得上堂講有幾種受孕人噶嘛，其中一種就係後來我 YouTube 有擺幅圖落噶嘛。我就係未擺啊！我想問下你擺喺邊？冇跟翻呢個個。3張圖。係啊，咪將嗰3種受孕緣啊嘛。啊，一種係一世二重因果啊嘛，一種就係三世因果啊嘛，一種就係一念係啊。講啦。但係你前面嗰度講嗰個經嗰個名咧，通常你都會講一講嗰個叫。係啊，因為嗰度我諗住咁深，我當上一堂冇解到，就諗住俾大家睇啊嘛。係啊，所以我就唔知道應該擺邊個。你或者你將佢揀翻去講完第一種簡單嗰度，我講跟住咪到一個比較詳細啲解釋嘅。我嗰個細就跟咗喺詳細嗰邊噶嘛。咁樣就變咗係，因為我後面嗰度我就諗住大家係睇 YouTube 睇翻嘅，因為嗰度比較深少少咧，就留翻自己消化。咁我照砌落去啦。照攝落去。唔怪之得我點解大家睇嗰幅圖睇明，唔係睇我個 YouTube 睇明，原來未睇 YouTube。係啊，因為我未。哦。我未諗得掂點樣塞落去。好。好啦，咁啊，因為我哋冇呢個安賴人識，就唔會呢個身體能夠發展出嚟。冇呢個身體都安賴識冇所依持嚟到令佢能夠成長，佢同人接觸，所以兩者互相依存嘅。咁係啦，但係點解有呢個安賴識咧？就因為過去多生多世嘅行為造作，令到有呢啲咁樣嘅業因嚟到成為呢個入胎嘅力量，所以係因為有過去嘅業行，令到有呢個識嘅存在。因為識就係一個叫做一個狀識啊嘛，積存咗多生多世嗰個業力，令到佢譬如一族咧，今生能夠投胎去一個咩家庭，我哋呢個胎兒係健康咧，因為係冇咁健康咧，係聰明因為笨啲嘅咧，係強壯定唔強壯咧，佢嗰個父母富貴定貧窮咧，父母同佢之間係大家係會好錫佢哋，好蝦佢嘅咧，咁嗰啲都係從佢個業力所顯現噶嘛。所以因為有過啲行為造作，令到佢有呢個咁樣嘅識，令到佢生咗一個咁樣嘅成長背景嗰度。好啦，咁跟住點解我哋要去做行為造作啊？因為唔懂因果，所以先做咗行為出嚟。所以咧推到就係因為我哋無明，所以我先有種行為造作，令到我哋有呢個入胎嘅識，令到我哋開始嘅生命。我哋又咁樣推翻轉頭啦。所以呢個我哋佛家唔講邏輯，講因明。從我哋而家所處嘅地方係不圓滿嘅，係憂悲苦惱嘅，呢個推翻就點解有個環境咧？哦，原來最終就係呢12個一步一步嘅發展出嚟。嗱，你咁樣推翻轉頭咧，就唔會話點解唔有第二個可能性嘅咧？咁係嘛？每個推就得一個啫嘛。即係頭先我講，你揾到隻羊，最後揾翻點解走嚟呢度咧？咁好清楚啦。如果由個羊欄揾起嘅話，你唔知行咗邊度，同啲羊可能背道而馳噶嘛。所以佢係邏輯嘅，不過係要從果推因。呢亦都整個佛教邏輯咧個特點。我哋唔需要預設第一因，唔需要預設一個假設先，而係直接從我哋見到嘅情況推翻轉頭，唔係從一啲不確定嘅東西推出而家情況。呢亦都我亦都講，其實因明理邏輯殊勝喺呢度。有冇問題啊？好啦，又明多啲咯。好啦，咁今堂嗰啲咧就更加難明啲啦。所以上堂嗰12樣啫，咁呢個37樣嘢啊嘛，係嘛？多3倍喎。
37度品話37樣嚟啊嘛，上次11都12樣啫嘛。好啦，不過正如剛才解釋咩啊，分3樓啊。我又聽幾次咧。哦，唔係，翻睇咗都得㗎，睇翻咗都得嘅。嗱，都講明，我頭先剛才已經提過啦。我好想揾一部經係簡單介紹十因，而係《阿含經》裏邊嘅，因為我講過呢兩個，希望用《阿含經》嚟解嘅，但係我發揾唔到。我點解揾到一部經咧？但係解得唔係咁清晰嘅。不過係唯一一部，其實喺部經裏邊有十因，有唔多其他垃圾嘢嘅，所以我唯有就用嗰部經做個基礎。大家我唔成部經解啦，裏邊只係提出咗十因係乜嘢就算啦。否則你睇部經嘅話，可能好多地方你根本唔知佢想表達係乜嘢嘅。因為嗰部經亦都講真亦都係麻麻地。好，咁我而家睇呢部經啦，呢個就叫做咧睇個叫做禮經啊嘛。睇下先，你講翻個名先啦。你睇翻個名先記得。咁樣就係叫做《中阿含經》卷60第4禮品222部經。禮經第11，所以叫禮經。好啦，嗱，部經一開始就話啦，於是我聞一時佛由舍衛國在聖林給孤獨園，於是世尊告諸比丘：若欲斷無明者，當修4念處。一開始提到咧點樣斷無明，就係咧從4念處入手。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4念處？點解咧？若是如來出世無所住，等正覺明行成就，善逝世間解無所事，道法如天人師號佛眾有，彼斷乃至五蓋深究慧形啦。呢啲都係唔同嘅佛嘅名號啦。咁即係其實講緊如來啫。觀內身如身，自觀覺心法如法，就係咧所謂4念處就係觀身如實咁觀身，觀受如受咁觀受，觀心如實咁觀心，觀法如實咁觀法，呢個就為之4念處。所以是為欲斷無明者，當修4念處。嗱，不過咧呢度係冇講到好清楚何為修4念處，咁所以要説明啦。所謂觀身如身咧，就係睇到個身體咧係不淨嘅。呢個先如實咁觀就身體係不淨嘅。觀覺如覺咧就係觀受如受。我哋講受咧係點啊？不圓滿噶嘛，之前講過。我哋就係感受到對外境嘅接觸咧，一定係不圓滿嘅，唔係當下苦苦就係壞苦，唔係咧就係行苦嘛，不苦咧就受苦。所以無論苦受樂受不苦樂受都係不圓滿嘅。所以第二個就係觀受是苦。第三個心係點咧？我哋個心係剎那變化之中嘅，所以觀心如心咧睇到個心其實係不斷咁去變化嘅。所以從4念處叫做觀心無常。觀法如法咧就係你睇一切法都係因緣聚散而成，根本冇一個實質嘅有自嘅法喺度。嗰個就觀法如法，就叫做話觀法無我。所以4念處後來咧所講嘅咧就係咧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或者4念處。但係呢部經咧，佢就只係叫咧如實觀內身，如實觀內覺感覺，如實觀內心，如實觀內法。呢個就叫4念處，清清楚楚知道到底身係乜嘢，感覺係乜嘢，個心係咩？所謂外在諸法咩嚟嘅？呢個係咁樣嘅解釋。嗱，呢度我講明，因為呢部經咧好多嘢咧係如果要解咧就好比較複雜啲。我哋淨係明白咗4念處就係觀身受心法。OK 啊，記呢部分得㗎啦，其他嗰啲我哋唔好睇落去啦。咁好啦，跟住第二樣咧，喂，欲斷無明者，當修4正斷。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4正斷咧？就係咧，第二個提到啦，除咗修4念處咧，第二個就修4正斷。咁跟住，若是如來出世，乃至心慧形係咪？從前邊一模一樣嘅呢段，所以呢段唔使理啦，一條條嚟跟住咧，以生惡不善法為斷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善法為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已生善法為久住不亡不退，增長廣大收集具足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嗱，呢啲不斷重複兩句唔使得啦。前邊咧就講咗
正斷嘅特點，就係已生不善法，已生惡法要將佢斷除。未生嘅惡法、未生不善法咧，唔好令佢生起；已生嘅善法要讓佢繼續增長。未生嘅善法要令佢生起，已生嘅善法一樣嘅咧，繼續保留喺度。所以所謂四正斷就係咧，從善惡兩個角度睇，善法未生嘅讓佢生起，已生嘅讓佢增長；惡法未生嘅讓佢冇生起，已生嘅讓佢斷除，或者四正斷。或者叫四正勤 ，OK 啊，記住呢部就得㗎。我就講，因為呢部經唔係好理想啊，不過唯一揾到咧係一部經裏邊講成33部分嘅，所以就我哋睇翻部人讀經啦。所以記得一日咯，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四正勤，惡不善法未生讓不生，已生讓斷除；未生善法讓生起，已生善法讓久住。呢個就四正斷嘅四正勤。OK 啦，咁可以記啲。如果睇經文成集嗰啲咧，係佢冇乜特別嘅意思喺度。其實你經每一段都重複翻晒嘅。好啦，跟住到第三樣啦，呢度同前面一樣嘅。欲斷無明者，當修四如意足。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四如意足？若是如來出世無所住等正覺，乃至為形都係嗰段啦。修欲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依斷趣非品，如是修精進定心定也。修思維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斷欲趣非品，是謂欲斷無明，修四如意足。所以呢度咧就提到咩叫做四如意足咧，包括第一樣欲定，第二樣精進定，第三個心定，第四思維定，加埋或者四如意足，即係欲如意足、精進如意足、心如意足同埋思維如意足啊。知個名算啦。咁打斷記四個名好易記咯，其他嗰啲唔使記啊。欲、精進、心、思維或者四如意足。暫時個名先啦，跟住呢啲都係補充解釋嘅。好啦，呢講嗰四禪唔係30毒品裏邊，所以呢度唔好提佢啦。跟住欲斷無明者，當修五根。所以我哋講35係咩咧？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跟住就到五根五力。呢度就講到五根啦。五根係邊五樣嘢咧？佢話修信根、精進、念、定、慧根，是為欲斷無明者，當修五根。所以五根包括係信、進、念、定、慧，或者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啊。OK，因為佢出咗個名嘅呢度啊。OK 啦，定係聽到頭霧水啦又？有問題？嗱，五根同五力就係相關嘅。你而家講五根同跟住五力就係同樣嘢嚟嘅，相同嘅。所以欲斷無明者，當修五力。五力係咩咧？修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所以信、進、念、定、慧係五根，亦都係五力。因為五根增長就成為五力，信根增長成信力，精進根增長成精進力，念根增長成念力，定根增長成定力，慧根增長成慧力，所以兩者係一致嘅，好唔好嘅？記住得㗎啦，記住得㗎啦。因為你見佢都裏邊冇解釋嘅，全部都只係提咗名嘅啫。我好想揾一部《阿含經》嚟有講到有解釋到嘅，不過可惜揾唔到一部《阿含經》咁樣講嘅。好啦，跟住五根五力就到七覺支。嗱，前面一樣啦，都係欲斷無明者，當修七覺支。咁跟住講原來嗰啲聖號啦，跟住嗱修法精進，咪應該去到修念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如是修法精進起識定也。修捨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
除非物，是為欲斷無明者，當修七覺支。所以嗰度去到舊嗰集咩依離依門嗰啲係七覺支同時具足嘅，所以個重點唔係嗰度，因為我冇解釋每個覺支分別啦。所以呢度睇到七覺支入邊啊，就係、是、念覺支、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識覺支、定覺支、捨覺支。OK 啊？呢一純粹介紹個名嘅啫。念、法、精進、喜、識、定、捨，加埋七樣為之七覺支。OK 啊？記唔記得晒？唔記得晒。正常啦。即係好似上堂聽完唔知十幾人咁，要翻去睇翻先有啲印象一樣。嗱，再睇落喎，咁37道品裏邊，頭先講咗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足，即係幾多樣嘢？43啊？43幾多？1、12係啦，跟住五根力咧10樣，12加10即係幾多？ 12加11，加3，12加11啊嘛。11，何來11啊？ 12加10，但係加10。邊個計到嘅啫？ 12加10，21，12加10。邊個做會計㗎12加10啊！12加10，12加10。嗱，再數過四念處加四正勤幾多啊4加4，加四如足咧？再加4，加五根咧？ 17，再加五力咧21，？21。但係都堅持21、22，再加埋七覺支咧22加7，29。29。嗱，講明總共37道品，咁37減29幾多啊？8係啦，所以剩翻就8樣嘢，邊8樣咧？就係所謂8正道。所以佢前面嗰個要修文者當修八正道，全部一樣嗰啲文字係咩咧？就修正見乃至修正定為8，是為欲斷無明者。所以佢去到臨尾佢唔寫齊8樣出嚟，所以僕住喺《莊嚴經》裏邊咧就加多補充啦。8支聖道就係正見、正智或者叫正思啦、正語、正業、正明、正方便、正念、正定為之8正道，所以加埋就叫做37道品啦。明咗啦，落堂啦，落堂。但係嗱，部經仲有一樣嘅十一切處，嗰個亦都唔係37道品裏邊嘅，所以嗰個唔係不可以睇埋嘅。佢就係包括咗所謂嘅地一切處、水一切處、火一切處、風一切處、青一切處、黃一切處、赤一切處、白一切處、無量空處一切處，加埋啲10仲有色一切處，加埋個10一切處。呢個37道品外邊另一樣嘢嚟嘅，唔包括裏邊講嘅咩？就係所謂地水火風青黃赤白空色10樣或者10位一切處。即係咧，地大係遍一切嘅，遍整個法界嘅；火大遍整個法界嘅；風大遍整個法界嘅。地水火風都係變咗，就係青色係遍整個虛空嘅，黃色遍整個虛空嘅，赤色遍整個空，白色遍整個空。即係咧，食呢10下係周遍嘅，青黃赤白地水火風就知道啦。跟住話虛空係遍一整個法界嘅，乃至我哋心即遍一切法界嘅，加埋就係10一切處。咁呢個唔係37道品裏邊嘅，所以都唔係今日要提嘅重點。不過呢部經咧，佢係多咗一樣嘢，佢係多咗4禪同埋10一切處。其他嗰啲咧，一係就好多其他垃圾嘢喺度，一係咧就提唔出37，所以先至用咗呢部禮經作為參考嘅啫。好啦，呢個10部呢啲唔好講嘅啦。嗱，呢啲後邊咧嗰啲係。因為呢部經佢一咁呢部經咧，佢頭先係從咩開始講嚟㗎？係從無明開始講起啊嘛。但係佢唔單止話要斷無明就修37道品嘅，佢講咧斷行、斷識、斷名色、斷慮入、斷觸、
斷受、斷愛、斷除，每一樣都係可以從呢37品去斷除嘅。所以我話咧，遇無明行亦如是，就係咧遇斷無明，需要透過四念處、四正勤、四如中、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去斷除。斷行都係要透過四念處、四正勤、四如中、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咁一路數落咧，如果咁數法咧，大家就實記得啦，邊一背12次。所以佢到最後咧就舉翻個例子，斷老死就係呢個最尾嗰個嘛。從無明到有到生，今日到老死咯，一樣都係講斷老死就要四念處，要四正斷，要四如中，要四禪啦，要五根，要五力，要七覺支，要八聖道，跟住11隻處啊嗰啲，咁先至能今日十無可法，加埋就要嚟斷呢11個每一個班節嘅。所以其實37品同11係相連繫嘅。咁嗱，佢都睇落去就係佛説而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説，歡喜奉行。所以成部經講咁多啫。佢只係講咗俾37品係乜嘢，但佢冇解釋何謂37品。所以如果而家落堂，大家一定係帶住一頭霧水翻去㗎啦，為咗補充資料咯。所以要補充翻啦。咩係37品咧？係一個叫做法門名義集就提到啦。37道品包括四念處、四正勤、四如中、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總而合數為37道品。頭先計過啦，係咪？乜嘢叫四念處咧？四念處大小乘各有異，即係分兩種四念處，一種大乘嘅四念處，一種小乘嘅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生滅，即係觀心無常啦。觀法無我，呢個小乘四念處。觀身如虛空，觀受內外空，觀心但名字，觀法善惡俱不可得，是大乘四念處。即係如果從大乘嚟講咧，我呢個唔係呢個身體唔係不淨啦，根本就呢個身體係虛妄嘅。所以佢話觀身虛空，觀受內外空就係咧，唔單止外在東西係虛妄嘅，即六塵虛妄，我哋嘅六根都係虛妄嘅。所以受內受就係指六根內六處，外受就指六塵外六處，都係虛妄嘅。觀心但有名字，我哋記唔記得有個古仔嘅？可能未聽過。有冇聽過二祖揾達摩祖師嗰個古仔啊？求法嘅古仔。哇！冇睇電視啊，你哋有咁乖嘅。咁話説啦嘛，二祖就去到嵩山少林寺後山個山道裏邊，當時達摩祖師就已經面壁9年啦嘛。咁於是佢就向達摩祖師求法，希望收佢做弟子，乃至講話斷尾求法噶嘛。於是感到達摩祖師，咁達摩祖師話：你咁不遠千里而嚟到有咩事要揾我咧？佢話弟子心不安啊嘛。咁跟住達摩祖師點講啊？好出名嘅説話，6個字。邊個心不安嘅而家有啊？有講嗰6個字俾你聽，冇人心不安就唔使講啦。係大家問心安啦。達摩祖師話：將心來與安啊嘛。呢一個心靈，我幫你安心。跟住二祖點講啊？你真係冇睇呢個電視啊？今晚翻去睇下 YouTube 睇雲乜度啊？弟子未心了不可得，而家揾唔到。你叫我攞心，我想揾唔到俾你。跟住達摩就話嘛：以為與安心境，我幫你安咗心。因為你個心根本就唔存在，何來心不安咧？所以呢就話啦，心但名字就指呢件事啦，即係呢個理解啦。根本個心係虛妄嘅，即係同前面虛妄一樣。觀法善惡俱不可得，同樣地，我哋平時執着就係咧，我哋做善惡，頭先咪提過嘅，做善業生善趣，做惡業生惡趣啊嘛，係咪？所以我哋話無論你善行惡行都係喺生死流轉裏邊噶嘛，出唔到嚟噶嘛。但係當善惡俱不可得嘅時候，出唔出到嚟啊？出到啦嘛。所以佢實相嘛，實相係不可得噶嘛。所以一開始嘅問題，緣起實相裏邊個緣起就指虛妄嗰邊，實相就係咧佢知道虛妄嗰邊，所以知道善惡俱不可得。一答翻頭先開始嘅問題，所以呢個大乘就睇一切東西都係如幻如化嘅虛妄嘅。咁樣講嘛，如夢幻泡影，如露亦電，就係呢個境界啦。好，呢個就講人就四念處啦，分開小乘嘅、大乘嘅四念處。四正勤
惡法未生，方便你不生；惡法已生，方便你滅；善法未生，方便你生；善法已生，方便你增。係嘛？就呢四樣啫，對善法惡法嘅處理。惡法未生嘅冇嚟生起，已生嘅令佢斷除；善法未生嘅令佢生起，已生嘅令佢增長。四如意足、欲如意足、念如意足、精進如意足、慧如意足，咁啊比較清楚啦，就係欲、念、精進、慧或者四如意足。五根就係信根、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五力就係咧信力、進力、念力、定力、慧力。而且五根嘅關係就係咧，佢哋係前能生後，前能長後，即係咧由前邊即係由信根令到你生其精進，由精進生其你嘅正念，正念生嘅正定，衝起嗰個正嘅智慧，同樣五力都係咁樣。呢個就係五根五力。七個分就係念個分、精進個分、起個分、意個分、定個分、捨個分、集個分，七樣嘢。八正道就係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係嘛？同前面一樣。咁呢度係同前面冇補充到，不過咧呢個比較簡單啲、易明啲。前邊睇翻原文咧，就好多嘢你唔知我講咩嘢嘅，即係比較就累贅啲啦感覺。同埋你見好多重複嘅，每一個都係咧講成日就喺原文上有12個都係同一紮嘢嘅，因為呢個係印度人嘅習慣嚟嘅，佢哋講嘢係好重複嘅。如果大家睇下大般若嘅啫，600卷大般若不斷重複。我哋嗰時喺學院做研究，做兩品，竟然係揾得幾個字差別嘅啫，完全裏面一樣嘅。將嗰時我哋做過，當時我哋老師諗住兩品點做報告咧？咁長嘅篇幅，原來係因為太少差別啦，你翻嚟做難做。我咧唔係咁兩品對白，問前邊個同學做嗰兩品同呢度又係差幾個字啊嘛。咁你自己同學做報告，你點做報告咧？你就靠嗰兩個字做一堂報告，你點做咧？所以原因就係全部都重複晒嘅。但係嗰個當然有角度講就係咧，咁樣咧從理解咧好似太繁複、太無序。但係從觀想嚟講咧，你如果不斷咁樣做咧，呢個印象好深刻嘅。所以我經常提佛經係俾佢修行㗎嘛，唔係要嚟理解用。呢度就咁樣講完之後咧，似乎都係唔知生出到係乜。有邊個有感知道咗啊？唔知，所以要繼續補充。好啦，首先補充翻何謂四念處啦。喺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裏邊提到話，大王當知修四念處得4種離法：觀身不淨，出離正道；觀受是苦，出離樂道；觀心無常，出離常道；觀法無我，出離我道。嗱，呢度提到另一個概念就係咧，原來好多人都執着我哋而家呢個身體呢期生命係常嘅、樂嘅、我嘅、正嘅。何謂常啊？即係覺得我哋呢有一個靈魂喺度不斷咁樣生生死死咧，佢係一個背後嘅支持嚟嘅。我哋喺呢個生活裏邊係能夠喺度有種種嘅享受嘅，有個常一自主嘅神愛裏邊，同埋係清淨嘅。咁但係其實咧，佛同我哋聽，其實我哋呢個生命本身咧唔係常嘅，唔係安樂嘅，冇一個有自有我喺度嘅。唔係清淨嘅，所以佢就透過觀我哋嘅身體、我哋感受、我哋個心同埋我仲有諸法嚟到逐一破除常樂我自我執着4種顛倒。有觀身念處離於轉識，觀受念處離於觸識，觀心念處離於識識，觀法念處離於思識。就係咧，我哋點解會一期生命嘅延續？因為不斷咁樣咧有外在嘅刺激，令到我哋感受得到，令到我哋知道自己存在。你諗下，如果你喺一個地方裏邊，完全聽唔到聲音，睇唔到景物，感覺唔到氣味，舌頭嘗唔到味道，亦都感受唔到外在嗰種接觸唔到外東西嘅時候咧，你知唔知你存在？感受唔到噶嘛，係咪？當你仲有你根本唔知自己喺個咩環境裏邊，一片黑暗，乜都睇唔到，聽唔到聲音，乜都冇，感受唔到，乃至你接觸嘅嘢咧，好似你都感受唔到有變化嘅。所以你要有接觸先至會咁有存在。所以呢度所提嘅轉識、觸識、識識、思識都係指呢啲，
唔同嘅資訊令我哋感受到我哋嘅存在，令我起呢個我嘅執着喺度。所以咧，觀身念處離於轉識，就係咧讓我哋因為從觀身受心法，讓我哋明白到呢啲所謂嘅外在嘅刺激咧，其實本身都係唔好執着，所以先能夠破除個我執喺度。呢個就係四念處，因為呢度咧之前，因為我哋睇翻嗰部《禮經》咧，佢有冇講到身受心法觀乜嘢？即係觀身如身，觀覺如覺，觀受如受，觀心如心，觀法如法係嘛？佢咁樣講噶嘛。咁所以呢度就補充翻，觀身係觀不淨，觀受係觀苦，觀心係觀無常，觀法係觀無我，從而破常來我直接嘅執着。咁因為其實頭先嗰版本係最後嘅，我頭先落開咗翻到數冇咗呢扎嘢，所以你當未睇到嗰版先。好，跟住咧，大王云何如來四正勤法？答曰：大王，沙門瞿曇四正勤者，為四種精進，遮二種惡法，集二種善法。沙門瞿曇善性成就，心住善法，未生惡法及已生惡法，不以精進令滅；未生善法，已生善法，不以精進令生。何以故？沙門瞿曇於無量世常修善性，一切惡法自然不生，一切善法自然滿足。即係咧，其實呢度提到四正勤咧，係你唔需要刻意去斷佢嘅。同前面講嗰度咧，善法令增長，惡法令消滅咧，係唔需要嘅。點解？當你本身係一直都係遠離呢種善惡對立觀念嘅時候，自然就唔會有生嘅啲善法惡法呢啲咁嘅東西出嚟，佢自然就會生嘅清淨嘅法出嚟。好啦，跟住再講啦，惡法者為非律序伴，非定序伴，非為序伴。呢度就補充説話，何謂惡法為善法？惡法就係咧，從咩為背啊？佢講咗非戒序伴，非定序伴，非為序伴，即係咩啊？同戒定為相違背，就叫做惡法。咁即係善法咩啊？戒定為就善法咯。我有冇聽過説話？叫做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痴。而家咧，你本身做嘅係非戒、非定、非慧，即係咧貪嗔痴嘅惡法。當你修戒定慧善法咧，就會滅除呢啲貪嗔痴惡法。咁咧後邊都陳述所講啦，佢話咧，於四念處觀，諸懈怠心、五蓋煩惱、覆障心眼，離於信等五種善根，是諸惡法未生、不生、已生即滅勤精進故。善法者為信等善根未生、令生、已生增廣勤精進故，是名四正勤法。嗱，呢度講嘅善法，嗱，頭先惡法就係非戒、非定、非慧啦。善法係咩啊？跟住嘅信、進、念、定、慧呢五法。跟住問到如來四如意分係咩咧？佢大王，沙門瞿曇四如意分者：一者欲如意，二者精進如意，三者心如意，四者思維如意。如是四法，慈悲喜捨而為根本。即係咧，四如意足包括欲、精進、心、思維呢上咧，其實相對法咧就係四種嘅梵行，四種嘅如足，四就係所謂四無量心，就係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就係對應翻呢四如足嘅。何謂慈悲喜捨咧？好啦，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喜能隨喜，捨能夠放低對前面嘅執着，或者四如足。即你當見到眾生唔得安樂時，你讓佢得到安樂呢個詞；見到眾生喺苦惱之中嘅煩惱中，我能夠拔除嘅苦惱煩惱，就為之悲。當眾生能夠得到安樂時咧，我哋能夠隨喜歡離，就係喜。之後咧，我放低為因為我利益眾生呢種咁嘅心念，呢個叫捨。
亦都有所謂三位體空，唔好執着我讓眾生得到怎麼，乃至我唔再執着眾生係當安住眾生係一個安樂嘅時候，我唔再執着眾生喺苦樂嘅情況裏邊，處理好就算啦，就放下啦。呢個意思。好啦，跟住喺另一部經《雜阿含經》裏邊咧嘅646經就提到，佢話：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五？為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嗱，呢個頭先解釋咗啦，五根。但係呢五樣咩嚟嘅？喺呢部646經有補充啦。佢話信根者，當知是四不壞淨。所以信根係指四不壞淨，又叫四不壞信。何謂四不壞信咧？呢度冇講過。其實即係咧，佛不壞信、法不壞信、僧不壞信、戒不壞信。即係對佛法僧同埋對戒律咧係有個堅定嘅信心，為之信根。OK， 好啦，精進根者，當知是四正斷。即精進根就係指要精勤咁樣去做好前面嘅善法未生緣生起，以生緣增長；斷法未生令不生，以生令斷除。呢個唔單止要做，而且好精進咁做，就係為之精進根。念根者，當知是四念處，就係前面嘅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生無常、觀法無我，一路都觀嘢上嘢，為之四念處。定根者，當知是四禪。嗱，雖然前面有出現嘅，不過我話嗰啲同三七道品無關，三七道品冇計到四禪同埋十一切處20無學嗰啲噶嘛。都佢話其實嗰陣等於定根。四禪係咩啊？初禪離生起落定，二禪定生起落定，三禪離起未落定，四禪係捨念清淨定。呢四種嘅四禪嘅就或者定根。慧根者，當知是四聖諦，即係對四聖嘅了解，明白到苦嘅因根源、滅苦嘅狀況，同埋咧滅苦之道，為之四聖諦。即係你知道如何從苦之中得到出嚟，為之慧根。嗱，呢部經係咁表嘅，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法所說，歡喜奉行。其實我好想揾幾部都係呢咁經咧，逐樣解釋，不過前面揾唔到，係揾，所以前面我就用咗前面嗰部嘅叫做係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嚟到補充咗前面嘅四念處、四正嘅四種。但五根咧喺雜阿含經揾到呢部啦，佢就簡單介紹咗原來五根裏邊包括四不壞信就係信根，四正斷就係精進根，四念處就係念根，四禪就係定根，四聖諦就係慧根。咁呢個就作為五根嘅補充，係嘛？多謝資料咯。我又唔記得啦，記唔記得啊？再睇好啦，喺雜阿含經673經咧就提到啦。於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力，何等為五？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呢度同前面一樣啦，就講咗五力咁名稱啫。咁點解要加埋呢個？因為喺後邊嘅675經即兩經之後咧，佢就有補充說明。佢話：於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孤獨園，於是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如上說就係邊啊？就係指前面673經所說。咁因為佢下邊省略咗，所以要補充翻673經說明。如上說就係指信進念慧五力。差別者，彼信力當知是四不壞淨，精進力當知是四正斷，念力者當知四念處，定力者當知是四禪，慧力者當知四聖諦。咁同前一樣嘅啫，不過前邊係根，而家力，即係咧前邊係你能夠有四不壞淨，能夠勤修四正斷、修四念處、修四禪、修四聖諦。而家就話咧，因為你從四不壞淨而得到一啲嘅能夠喺修學上面得到進步嘅力量，修四正斷、修四念處、修四禪、修四諦，而能夠得到一種嘅修行上嘅力量。所以兩者前面就前面話咧，到底呢啲係咩嚟嘅？後面就藉住你修呢啲東西能夠所得到嘅一種嘅力量。
兩者分別喺度，但係內容一樣，都係四不壞靜、四正斷、四念處、四禪、四聖諦，就係代表咗信進念定慧個內涵。五根五力都係咁樣，咁咪易記啲咯。如果佢五力有另外五樣嘢嘅話，就好似兩樣冇乜關係，同埋咧比較難記啲。記五根五力都係四不壞靜、四正斷、四念處、四正日、四聖諦，叫佢全部都四㗎嗱。好啦，跟住修念覺，以念覺滿足。念覺滿足以則於選擇分別思維，於是擇法覺支收集。呢個就講緊七覺支嘅關係，就係、是、你先修念覺支，跟住咧能夠滿足念覺支咧，你就會能夠作出一個擇法嘅分別思維。修擇法覺支以擇法覺支滿足，比選擇分別思量法義，則精進方便修精進覺支於此收集。修精進覺支以精進覺支滿足，比精進方便以則歡喜生，離諸食相修喜覺支。修喜覺支以則喜覺支滿足，喜覺支滿足以身心意識則修意覺支。修意覺支以覺滿足身意識意，則愛樂以心定，則修定覺支。修定覺支以定覺滿足以貪憂滅，則捨心生，修捨覺支。修捨覺支以捨覺支滿足，如是無為，此因此緣眾生清淨。嗱，即係呢度咧，見到佢一路補充説明嘢嘅。七覺支就係念、擇法、精進、喜、意、定、捨七樣嘢。咁但係之間係有個關係度，就係咧，你因為能夠保持正念，你就能夠作出正確思維，所以咧從念覺支就令到你能夠去修呢個擇法覺支。因為你能夠有所擇法，你就能夠比較分別到諸法嘅分別，所以你就知道修行精進嘅方法。你能夠修行精進方向正確，你就會生起歡喜，所以咧精進方面就能夠生起歡喜。能夠生起歡喜嘅時候咧，你就能夠身心生起輕安。以覺支就係自輕安。有時我哋講禪修咧，話我哋禪定能夠產生輕安，就係指呢個以覺支啦。好啦，能夠生起輕安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享受呢種咁嘅輕安境界，所以就會產生愛樂。咁因為你享受呢種禪定之後輕安境界，你就點啊？個心能夠定落嚟。能夠定嘅話咧，你就唔會俾外境嚟到關係到你，你就能夠唔會起啲對外嘅而起嘅貪憂呢種或者取捨愛憎嘅分別啦。咁於是就能夠捨呢啲外境，捨外境咧，你就能夠得到，因為你唔對外境執著咧，就能夠得到清淨啦。呢個就係所謂七覺支嗰個作用，從念有正念開始，最後能夠咧得到捨覺支，呢個為之七方面。嗱，當然呢個係一個講法，其實七覺支有另一個講法嘅，就係咧我哋平時禪修打坐嘅時候就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係咧昏沉，一種就係咧胡思亂想。咁分別呢七覺支就要嚟分別對住昏沉，對住胡思亂想嘅。咁例如如果我個人而會昏沉嘅咧，我就要有念啦，有擇法啦，有精進呢啲咧，就令到我哋個人咧能夠睇翻正念。咁另外咧，如果我哋係容易起妄想，我就能夠帶翻嚟專翻我哋嘅成就力，所以從起啊、意啊呢咁咧，就將我哋心能夠帶翻喺個定中，唔好亂想咁走咗，最後就唔離開昏沉掉舉，保持正念之中。咁呢個就為之係所謂七覺支，就係一個平衡嚟嘅。從我哋係妄念紛飛，同我哋咧好想個頭重咗好想瞓，中間點樣落得個保持喺正念喺當下之中，就係所謂七覺支。所以係啦，七覺支。跟住咧
八正道呢個冇講，因為有一堂我專講八正道嘅，跟住先至到呢一版嘅，所以頭先講嗰啲版咧變咗嗰度好啲嘢重複咗啦。啊，應該嗰度講再翻嚟呢一度，好啦，咁佢都大家咧對呢個37道品咧有冇概念喺度啊？師傅，我想問下嗰個七覺支喎，係即係正話前面嗰版咧。係好啊。嗰個修祈覺支係咪嘅？以就係輕安嘅先。係咪即係色？即係之前你講個色個？輕安。輕安就係一種我哋禪修裏邊一種咧，覺得個身心好放鬆嗰一種嘅安樂境界嚟嘅。啊。即係休息嗰個係咪個休息個色？休息，咪輕安啊，輕安，輕好輕個感覺，安就安樂嗰個感覺。啊，輕安一種禪修一種嘅法理嚟嘅。啊，就咧有冇其他問題？修練覺咁即係乜嘢？啊，練正念啦，正念。係啦，佢就係嗱，你有正念，唔係妄念之中，你先能夠有一個呢個基礎嚟到去做個分別思維噶嘛。如果你本身妄念中，你點分別思維咧？即係例如我要做一個規劃，你自己都打緊妄想做好規劃咧，你能夠保持正念中專注喺你嘅工作裏邊，唔俾妄想干擾，先能夠做好規劃噶嘛。所以佢就話你要從念覺滿足，你先能夠咧選擇分別思維。咁你呢個咧就叫做收集集法覺知啦，可以與時集法覺知收集啊嘛。而家即係調翻嚟講就係與時收集集法覺知。咁跟住你收集法覺知咧，就能夠得到集法覺知滿足，即係能夠咧你喺選擇方面咧就能夠預受嘅選擇啦。於是你就根據你嘅選擇咧，就能夠向你選好咗嘅方法去向前精進，向前努力。所以咧，俾選擇分別思量法以則精進方面啊嘛，係嘛？即係你有個正念，你先能夠如實咁樣去了解、去覺察諸法。你能夠如實了解諸法，你先至能夠咧向你覺得嗰個係適合嘅嗰個方向努力方向啊嘛，就精進啊嘛，精而不雜，進而不退啊嘛。呢個問題喺邊度啊？好啲啦，所以今堂我就想大家明白到咧，起碼記得37道品係咩先？四念處、四正勤、四饒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其中四念處係咩啊？觀身不淨，觀受事故，觀法無常，觀法喂，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四正勤咧，以生之惡令增長，未生之惡令生起，以生之惡令定除，未生之惡令不生，以生之善令增長，未生之善令生起，係嘛？四饒足咧，欲唔記得咗？四饒足就係欲念精進慧，四饒足。咁跟住咧，五根信進念定慧，五根。咁你都係信進念定慧啊！咁七個分就係念精進起以定捨集法七樣嘢。咁我裏邊分咗三個對治分集，三個對治句。一個就係咧平衡之後嗰種情況，或者七個分。咁八正道咧就係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係咁樣記咯。咁你就起碼記得呢啲係咩嚟先啊？因為如果真係逐個去詳細解釋咧，可能就大家都有啲一頭霧水㗎。起碼我哋知道咩叫37道品，亦都係咧從阿含個角度咧修道就係呢37樣嘢，從觀身不淨開始，最後去到正定。當然啦，大乘修法，大乘修嘅咧就係六波羅蜜。有問題啊？修行次第係啦，從觀身不淨開始。所以之前我都提過問題㗎，點解我哋佛陀教我哋兩個修行方法，就係不淨觀同埋數息觀。因為不淨觀就係37道品嘅入門嚟嘅，從觀身不淨開始一路觀上去㗎嘛。
先觀山不淨，再觀受是否能觀過去。跟住完咗四念處就到四正勤噶嘛，因為咁樣收上去嘅。不過因為後來出啲問題啊嘛，所以後來佛陀就要我哋先修數息觀，之後再修其他嘅法門。嗰個故事好似講過啦。有冇人要再聽多次㗎？點解佛陀後來要以數息觀為主，而唔係以不淨觀為主咧？有冇人想？有冇人想？冇係咪我咪真係講個故仔㗎？可能我講過唔係呢班講嚇，之前嗰啲啊，但應該有同學聽過㗎嘛，有同學之前有聽過嘛？你記得啊？點解佛陀初時係講有二甘露門，就係不淨觀同埋數息觀，後來咧都以數息觀為主。所以我都講點解我教成都淨係教數息觀呢個原因。唔記得，我講多次啦。話說佛陀本來教你睇到37道品以不淨觀為入口嘅，所以如果你本身個心要定嘅話，你唔可以直接由觀山不淨開始觀嚟啊！你個心都散亂嘅話，你咪唔可以由觀山不淨開始咯。所以你見到頭先嗰度7個佛係念過法開始噶嘛，你要正念先至能夠一路收落去噶嘛。你個心所以透過數息觀就係讓你產生正念啊嘛。而不淨觀37品最初同觀山不淨嘅修成日，所以從不淨開始收嚟嘅。咁但係因為當時咧，佛陀嘅出家弟子都係已經係厭離呢個世間嘅，佢哋本身就覺得呢個世間唔可愛嘅苦嘅，唔值得留戀嘅，希望能夠盡快出嚟生死輪迴嘅。因為佢哋唔係大乘菩薩，佢哋冇個心物留喺度要利益眾生，佢諗住就係盡快走，有快走得快。再叫佢修不淨觀，即係佢已經冇呢種咁嘅貪執啦。你叫佢再捨離嘅話，變咗佢就更加唔想留喺度。於是咧，就有啲人就自作聰明兩個方法。佛陀講過自殺係無間罪嚟嘅，重罪嚟嘅，所以佢哋唔敢自殺。但係如果叫人直接殺又唔得喎，都叫教殺喎。於是佢諗咗一個方法，佢就同有一個裏邊有一個應該外道嚟嘅，因為佢話咧嗱，如果你能夠幫我解決咗個問題嘅話咧，我所有嘅物品我送晒俾你作為報酬。咁嗰個人都好聰明，你有咩問題你要解決咧？你自己解決唔到咧，就係你唔能夠自己了佢生命。咁點解你可以將所有送俾我？因為你都唔在世間啲人，我全部唔要啊！所以佢就明白咗佢暗示，於是咧就殺咗呢一個人，就亦都嗰啲嘢咧就讓佢能夠作為報酬擁有啦。咁呢個時候咧，佢哋覺得咁嗱，我唔係自殺，我冇個人殺，不過人嚟殺咗我啫。咁我有冇犯到殺戒啊？冇犯殺戒咯。咁我就如果我已經唔再貪戀世間嘅話，我就唔會再翻返嚟噶啦嘛，係咪？佢以為咁樣能夠出嚟生死輪迴，於是有一個咁做嘅時候，其他人就爭相效法。所以一次佛陀發現，點解突然爭某個地方爭奪少咗咁多人嘅咧？一查問之後發覺，原來佢哋大家就因為修不淨觀過於厭世，所以出現嘅問題。於是佛陀咧就叫人啦，你不如先從數息觀開始啦。呢個亦都點解後來乃至我點解教大家教數息觀開始嘅原因係。有冇聽過啦？有啲印象咯。哇！有嘅温書啦，冇嘅就而家聽翻，係咪問題？都入都仲未消化。哦，即係因為所有方法對治法嚟嘅，不淨觀對治啲係咧貪戀世間嘅人嘅。當呢個人已經厭惡世間嘅時候，你再叫不淨嘅話咧，佢就變咗係過咗龍啊！過咗人就變成產生個唔係預期嘅效果，就係咧佢哋想盡辦法以唔係自殺嘅方式了結呢其生命，以為咁樣能夠咧唔再有生死輪迴。因為反正我厭世，我唔會翻嚟噶啦嘛。爭在我而家我唔想繼續流傳喺度啫嘛。咁人哋將我哋叫做嘅時候，我冇自殺，我又冇直接叫佢殺我。不過佢以為即係佢攞到意思係要叫我殺佢啫嘛。咁我冇教人殺喎。咁即係我冇個呢啲自殺啊教殺嘅，我掹翻轉頭。
而我心識已經係驗晒嘅時候，我應該可以出嚟生死啦，我唔入胎咪得啦，係咪？所以佢哋咁樣諗啊。但係佛陀話呢個方法，呢個諗法錯嘅，所以就從此叫人唔好啦。你快啲驗晒我，已經唔係對住你貪戀世間嗰樣啦，就唔好入不淨嗰個時候，先入從此講開始先。你將個心安定落嚟先，唔好仲一味諗住唔想落世間啦，唔好理呢啲執着先再定咗心，再一路收落去。有冇其他問題啊？可唔可以我見頭先你話啲身份證咧就有好多度係小乘四傳，但係佢呢度咯，就呢度咯。呢個咧？觀心如虛空，觀受內外，觀心但明智呢個可唔可以？都係空嘅啦，簡單嚟講啦。觀心但明智係咩意思？觀法唔係觀心，嗱即係頭先講咗嗰個二祖見達摩祖師嗰個例子，咪講兩嘢咯。我今日講呢樣啊嘛，叫咩啊？有哋有個乜斷臂求法故事噶嘛，話達摩祖師嚟到中途就想揾一個傳法弟子，但係佢發覺嚟到揾唔到，於是唯有等。點等咧？於是佢就去咗嵩山四郎子嘅後山嘅山洞裏邊面壁嚟到，一路面壁一路就等啲弟子出現。結果終於等咗9年之後咧，終於就等到阿神光啊嘛。神光佢就因為佢過去曾經係將軍嚟嘅，所以曾經殺過好多人。佢對於呢件事一路咧個心都好內疚。咁於是就揾達摩祖師，希望達摩祖師安心啊，就安呢件事啊嘛。咁於是達摩祖嚟到見到達摩祖師啦。咁達摩祖師亦都見佢咁誠懇，冰天雪地扎都跪喺度唔起身，都要希望能夠得到達摩祖師嗰個教授。於是就問啊嘛：你求咩咧？佢就弟子心不安啊嘛。二祖講弟子心不安，即係我感覺到心係唔能夠安住落嚟，唔能夠安靜落嚟，唔能夠安住落嚟。咁於是達摩祖師點啊？你唔係安心，咁你攞個心我幫你安，將心來予以安。你呢個心嚟俾我幫你安。咁跟住咧，神講點啊？佢話你揾咯，你揾到心先俾得人安到得噶嘛。結果未心了不可得，揾唔到。嗱，當然你話呢度有冇再補充咧？有嘅，你睇《楞嚴經》7處精深喺度7番旁我就講兩樣，咩了心不可得，咩妄心不可得。咁揾唔到，咁我有如實答咯，未心了不可得。咁於是達摩話：予安心嘅，我幫你安咗心。你都揾唔到心，你做神有冇所謂安唔安咧？即係心但明智啊嘛，明事實有個心，根本你係揾佢唔到嘅，即係都係空嘅。所以其實4個都講一樣嘢，就係咧，佢咩空嘅係不可得嘅，唔係神有嘅東西嚟嘅。4個都係，亦都有講，我哋講小乘咩啊？三法印，邊三法印啊？有冇聽過三法印啊？就係我哋斷定一部小乘經典係真經定偽經嘅3個條件。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念念寂靜。係啦，其實你對應翻你睇到諸行無常咩啊？就係所謂嘅觀心生滅咯。諸法無我咪觀心無我咯，係咪？呢盤寂靜就係對應翻嗰個觀心不淨嗰方面嘅，其實嗱，因為苦咧係一種主觀感受，所以佢講三法印，唔講四法印。有時有啲我後尾講到四法印嘅，就講埋呢個咧諸受是苦嘅啊。不過大部分唔提呢個，因為苦係比較主觀嘅感受，就講三法。客觀嘅就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呢盤寂靜。大乘講咩啊？大乘唔係講三法印噶嘛，個一實相印就係講呢個啦，空了不可得，一實相，一切諸法都係空相嚟。所以你見全部講乜？身如虛空，受量嘅空，即係空啦；心但明智即係空咯。善惡俱不可得，又係空咯，空先不可得啊嘛，係咪？連空都不可得啊！所以呢個就係實相。OK， 有其他問題我問嘅喎。頭先你講咧修行就用呢個37度品啦。係小乘修行。頭先係啊，我就想問嘢，我見你頭先好快講咗句大乘嘅修行就係波羅蜜。係啊係啊。咁我原本就係想問，咁呢個37度品係咪即係小乘嘅修行？係啊係啊。今日呢個我哋講咩？係講解脫乘嘅嘢啊嘛。
我哋上一期講善生正經就講人天成啊嘛，咁樣講我哋六倫關係啊嘛。而家呢部就係講解脫成嘅，所以我盡量想引阿含經，阿含經就係小乘經典嚟噶嘛，或者叫做嗰啲解脫成嘅經典嚟噶嘛。我盡量想揾嗰啲，不過有啲係揾唔到。好似呢個咧，我好想揾一部阿含經係好似咁簡單講37道品嘅，不過揾唔到。唯一一部係講37道品咧就係《禮經》，但係《禮經》咧裏邊好多嘢咧好重複，同埋咧唔係即係冇乜意義嘅東西嚟嘅。你睇睇《禮經》就得啦。所以我淨係標咗重點 highlight 咗就算啦。咁跟住再用其他經典一忽忽個補充翻，揾翻阿含經裏邊有啲係講到四念處啊，有一個四正解，一個四如足啊嗰啲咁嘅補充翻落去咯。最後就用翻呢一個法門名義集作為一個總體一個叫做簡單嘅一覽全部37道品個囊括沙道啦。所以其實我本來呢個最後嘅應該先講前邊阿含經部分先嘅問題，我頭先開咗快樂所以一講咗部先再補翻頭先嗰啲阿含經嘅部分嚟度。你知唔知我一路咧地方有一路修改完善我嗰個講義嘅？有冇問題啊？唔一定今堂嘅喎，其他嗰啲問題，包括頭先上來之前問嗰個問題，想再補充下而家係。我想問一個可能會低層次嘅問題。好。咁係咪而家我哋聽流傳嘅佛經全部都分開，邊啲係小乘，邊啲係大乘？係啊。咁啊。咩啊？係邊個分？你分。嗱，你識唔識請力？你識唔識請力？你應該識啦。救人。喺水面救人啊？請力。係啦，請力。你唔識請㗎？識游水，唔識請。我即係你小乘人咯。但係本經本身已經分開嘅。係啊，阿含經都係講解脫成嘅。嗱，我哋要知道佛陀講俾你聽，呢個世間本身係苦嘅、不圓滿嘅、一隻虛妄嘅。但係因為我哋執着，所以我哋就不斷生死流轉，咁係好冇意義嘅。於是我哋就要從呢生死流轉知道佢本身嘅本質，呢就出嚟生死輪迴。呢就解脫成要做嘅嘢。咁但你自己先能夠出嚟咗，你先能夠幫人出嚟噶嘛。於是當你能夠拿出嚟嘅時候，你就唔守住，去盡量幫人出嚟。咁呢個係大乘所做嘅。咁而家呢兩句所講咧，就解脫經典就係講，讓我哋大家明白呢個世間係苦嘅。第一堂講噶嘛，四聖諦苦集滅道，咁咪第三堂講，第三堂講苦集滅道嘅。咁講完咗苦啦，知道佢係三苦八苦啦，跟住第二堂即係上一堂個11人咧就講個原因啊嘛，因為無明，因為渴愛啊嘛，無明難斷，渴愛而斷，所以從渴愛方面着手噶嘛。咁今堂講咧就係點樣做啦？你知道咗係點樣斷渴愛？但係點樣斷咧？於是就講咩咧？從觀身不淨開始，你明白到呢個世界不淨，你仲有咩個貪愛咧？你自己唔貪愛，仲有咩個貪咧？係咪？觀翻自己身體都係一個大糞桶，咁你仲貪咩嘢？所以就修行方面從呢個開始，最後你就能夠安住呢個正念中，就所謂念同嗰個定之中，唔再執取呢個生死流轉，唔好俾佢轉得到嚟。呢個就係修行方法。所以其實我哋從裏邊講嘅第一堂就講嗰個閻王五天使者經啦，就讓佢明白到呢個世界本身係我哋冇撐到，呢個世界本身係唔值得我哋，因為生老病死，咁有種種嘅冤家債主嘅干擾。第二堂講漸遠經就係咧，我哋唔好走去轉咗落去嗰啲所謂嘅哲學思辨嗰度。佛陀講嘅每部經都係教你修行，教你出嚟生死。就好似你中咗箭，你掹之前啊，你未去研究之前啊。咁開始第三堂講啦，就係講四聖諦，明白到而家嘅世界係不圓滿嘅、苦嘅、三苦八苦。原因就係因為咧有渴愛11緣。跟住咧，如果我哋能夠離開渴愛、離開無明，就能夠安住一個咧不苦不樂境界裏邊。嗰時所謂未睇。跟住咧點樣做咧？就係37道品。
所以跟住之後個實一就係詳細解釋嗰個導致我哋流轉失個原因喺邊度。上一堂講，今堂就3到8就係咧，讓我哋知道點樣去一步步咁樣從灰心不靜乃至去到咧八正道啊嗰3個。所以呢個編排咁樣做啊。OK。我想問咧，咁其實小乘嘅37道品啦，同大乘嘅6度波羅蜜啦，其實佢哋好多地方都相似同埋融會貫通嘅，係咪啊？不過係6度波羅蜜咧，就最尾係要去到般若智慧。咁係咪即係其實因為6度波羅蜜，其他啲就係咩精進啊、定即禪定啊咁嗰啲啊嘛，咁其實都係同36道品係幾相似嘅，係咪就唯獨是就係有個般若？似但係唔同嗱，六波羅咩啊？布施，點解布施啊？幫人啊，梗唔係啦，都唔係。為乜說布施先？如果布施係大乘嘅修法嘅話咧，世間任何大善長者都係布施㗎。你睇下，我成日都話，你每年你睇下保良局啊、東華三院啦，人哋幾多人大家知道我屋企嚟影相啊？佢有冇布施啊？佢哋有冇菩薩啊？你可以即作為一個咩叫做咩？大富長者係就唔係即你話即叫做叫佢做菩薩，大哥你心裏知道佢根本同菩薩係相距好遠噶嘛。啊，嗰種叫做呢個啦，比你高會大。係咯，實際上佢哋唔係菩薩，佢只係一個世間善人嘅啫嘛。啊，所以你睇布施擺得喺菩薩六波羅蜜，佢唔係純粹話咧去幫人啦，唔係為咗培福，培福嗰啲係人天性做嘅嘢嚟。對啦，係捨。你幫人做咩捨？持戒為乜啊？都係捨。忍辱咧，都係捨。喺一種樂境嘅時候，我哋持戒，唔好執咗個樂境，呢個係持戒。對逆境嘅時候咧，我哋唔好俾逆境咗，呢個係忍辱，呢個都係捨。精進，既然我哋對呢個世間唔係執着，能夠放低嘅時候，我哋就要向呢個能夠明心見性、見實相嘅方向去努力，精而不雜，進而不退。所以呢個精進同嗰個精進唔同，嗰個係出離生死，呢個係要明心見性啊。咁你點樣先能夠精進啊？透過禪定嘅力量。所以禪有大禪禪，有小禪禪。小禪四禪八定，主要係定；大禪主要係慧。所以禪嘅目標係智慧、般若。頭先講咧，八正道個最終目的係正定，係定方面；大乘慧嗰方面。因為大乘嘅目標係要明心見性，所以係講智慧；小乘目的係唔俾生死兩困住，所以係定方面。係嘛？所以好似有禪定有精進差唔多，其實兩個唔同嘅意思嘅，嗰精進同禪定。就係有問題啊？我9點咯喎，各位交到呢度咯，記住嗱，有問題我可以好似即係咁，可以之前透過 Alan 或者有我識嘅時候，可以 WhatsApp 或者傾 Alan 或者其他堂得㗎，將個問題俾我，咁我就諗定先點樣答大家。如果冇嘅咧，就我哋下堂又繼續再深入啲去研究呢個解決成各方面嘅問題。好啦，咁我哋就會啊。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4重恩，下濟3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好似今次技術上錯，攞錯咗個 file，所以有啲地方講就後邊講一次。